再过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彩薇，今仔日提出着一份的公文，讲郭文铁要针对着金华城的公安意外，爱劳检加速度来办理着复工的定事，质疑这是毋是甲后续放宽用职率有关系？另外，针对用职率的奖励，除了都发局的前局长林周明明确表示反对之外，台北市的前副市长林钦莹嘛发声明了，讲当时伊嘛反对。陪同郭文铁向蔡英文说明北市重大工程，时任台北市副市长林钦莹随经发生案脱销，昨暝透过声明告中心，当年伊成为台北市都委会主席，和都发局立场相像，拢反对违建集团主张保障120284平方公尺落地板的面积，也就是换算做用职率超679%，经发城用职率变做840%的时，伊早就换所在咧做。议员嘛公开一张前都发局长林秋明文件，直接向郭文铁表达经发城用职放零无适当，会有无共主政者无共款的见解。真侪文件拢证实经发城用职率袂当搁再分化。不管是林清龙、林周明，在柯文哲第一任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都坚守了职守啦。2020年之后，柯文哲改变了，甚至用这个做了火箭喷射机的方式，火速的给了核定的金华城20%的龙奖。经过2020年6月20日，金华城铁道工程作业因为非法转坑废弃物发生放入来意外，互伫咧1楼作业社区的工人去台死，就伫咧金华城公安意外无到1个月，当时开会文件嘛公开，8月17开会人包括郭文铁和副市长裴振兴、黄珊珊，因决议金华城因为公安停工事件要求劳检处赶紧办理复工。伫咧9月7日，金华城向市府申请复工了后，伫咧短短5天内，9月17北市府就允准因复工。是不是因为后面也希望他可以加速复工？那跟11月他自己的签章，这个公展公文的签章有没有任何的关系？议员这样的行为，我觉得是完全超译文字，所以不要看见黑影就开枪。民众党希望郭文铁袂阁再因为一张纸公文，继续互经发生案高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